上集我哋講到，如果你今日幫你嘅指明親屬去買一個自願醫保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減稅嘅。今集就會講其實可以減到幾多稅。開始之前戴翻個頭盔先。今日我係根據稅務網站裏邊嘅指引作為一個分享。他日如果稅務條例上有任何更改嘅話咧，都以最 update 嘅稅務條例作為一個依歸。其實每一個我幫人買自願醫保嘅話咧，其實都有一個8000蚊嘅扣稅。咁如果咧我今日幫4個人買，咪有32000嘅扣稅額咯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攞32000呢個扣稅額嘅話，首先你俾嘅保單費用一定要多過32000，就不能夠其實我得俾4000蚊而攞32000咧去做一個扣稅額啊。咁第二樣成日都會錯嘅咧就係，如果大家都會覺得就係，如果我今日要俾5萬蚊稅，咁我有頭先個 case 我有32000做一個扣稅額嘅話，咁我咪5萬減32000，咁我淨係俾18000蚊稅局咪啱咯。呢個都係唔啱嘅，正確係咩呢？其實咧，譬如我今日我上年嘅人工係100萬，而我係可以攞32000作為一個自願醫保嘅扣稅，得出嚟剩翻條數就係96萬8。呢個96萬8咧就會攞嚟去計算你要俾稅局嘅稅啊。咁所以其實可以慳到幾多稅呢？其實就係 depends on 你係邊一個嘅稅階。而香港個人所得稅最高嘅稅階咧就係17%，所以咧其實你每一份自願醫保最高嘅慳稅額係8000蚊乘以17%啊。